人大咗，最折磨我哋嘅，往往唔係遇到咩大挫折，而係後悔。夜深人靜嗰陣，你有冇試過諗翻起幾年前，甚至10幾年前嘅一個決定呢？可能係當年為咗自尊心放開咗一個好重要嘅人嘅手，可能係揀錯咗一條路，搞到今日兩頭唔到岸，又或者係因為掛住搏殺，錯過咗睇住小朋友長大，錯過咗陪伴屋企人最後一程嘅時間。我哋總係覺得，如果當時轉左而唔係轉右，如果當時冇講到嗰句說話，今日嘅人生就會完全唔同。呢種俾時間推住走，永遠翻唔到轉頭，只能夠眼白白望住遺憾發生嘅無力感，幾乎係每一個成年人嘅絕症。但如果我同你講，喺物理學嘅最頂點，時間其實並唔係一條單向流動嘅河，而你一直耿耿於懷嘅遺憾，可能只係因為你嘅大腦被困喺一個三維嘅空間入邊。今晚心流研究所帶大家走入科幻神作《星際啟示錄》，結合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同埋高維度物理學視角，我哋試下抽離現實，用一個打破常規嘅維度去解開你心入邊嗰啲一直解唔開嘅死結。要講時間嘅殘酷，《星際啟示錄》有一幕可以話係電影史上最令人心碎嘅神級示範。主角 Cooper 同女主角 Brand 為咗尋找適合人類居住嘅星球，降落咗喺米那星。呢個星球極之接近一個叫 Gargantua 嘅超大質量黑洞，因為黑洞嘅引力極端強大，造成咗嚴重嘅時間膨脹。喺呢個星球上面過一個鐘，等於地球上嘅7年。因為一場意外，佢哋喺米那星耽誤咗幾個鐘。當佢哋九死一生，終於逃離巨浪，返到上母船嗰陣，留守喺船上嘅隊友 Romilly 已經老咗好多。Cooper 問佢過咗幾耐 ，Romilly 答23年4個月8日。Cooper 坐低，打開地球呢23年嚟積落嘅視像留言，佢睇住個熒幕。個仔 Tom 由一個少年結咗婚，生咗小朋友，經歷喪子之痛，最後對住鏡頭心灰意冷咁同老豆講再見。然後畫面彈出佢最心愛嘅女 Murph 喊住同佢講：爸爸，你應承過我，當你返嚟嗰陣，我哋可能一樣年紀。今日我就係你離開嗰陣嘅年紀啦，但你仲未返嚟。望住個熒幕 Cooper 喊到成個靈魂都崩潰咗。短短3個鐘頭嘅意外，佢永遠錯過咗一對仔女嘅成長。時間係宇宙中最冷酷無情嘅屠夫，無論你幾有能力，喺時間面前，我哋都只係無力反抗嘅微塵。我哋恐懼時間，因為我哋永遠只可以被時間推住行向死亡。但係物理學界話俾我哋聽，我哋對時間嘅認知可能由頭到尾都係錯嘅。為咗明白呢個顛覆性嘅概念，我哋首先要做一個好出名嘅思想實驗。英國學者 Edwin A. Abbott 曾經寫過一本好出名嘅神書，叫做《平面國》（Flatland）。後來美國頂級天文學家 Carl Sagan 亦都用過呢個概念去解釋維度。想象一下，有一隻只能夠喺 2D 平面，即係一張紙上面生活嘅螞蟻，佢嘅世界得長度同闊度，冇高度呢個概念。而家我哋喺張紙上面畫一個完全密封嘅正方形保險箱，入邊放一粒糖。對於 2D 嘅螞蟻嚟講，呢個保險箱係冇死角嘅，冇門冇窗，粒糖永遠都攞唔到。但係對於身處 3D 空間立體世界嘅我哋嚟講，要攞走粒糖有幾難？我哋只需要由上邊即係 Z 軸高度伸手落去，輕輕就可以將粒糖拎起。對嗰隻 2D 螞蟻嚟講，發生咗咩事呢？佢會見到粒糖喺一個絕對密封嘅空間入邊，突然之間憑空消失咗。以佢嘅維度，佢永遠無法理解呢件事。佢只會覺得呢個係神蹟或者魔法，因為低維度嘅生物係永遠無法理解高維度嘅視覺同運作法則㗎。好，而家咧將呢個概念咧套用落我哋人類身上，我哋係 3D 嘅生物，我哋可以隨意喺長、闊、高入邊移動。但對於時間呢個第4維度，我哋就等於嗰隻 2D 螞蟻，我哋被困喺時間入邊，只能夠由過去走到而家，再走向未來。永遠冇得退後。但如果由一個更高維度，例如4維或者5維空間嘅視覺望落嚟，我哋嘅人生，我哋嘅時間又會係一個咩畫面呢？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後，物理學界衍生咗一個極度震撼嘅宇宙觀，叫做塊狀宇宙 （Block Universe）， 又或者叫做永恆論 （Eternalism）。咩叫塊狀宇宙呢？喺呢個理論入邊，時間唔係一條流動嘅河，而係一個巨大嘅一早已經存在嘅冰塊，又或者好似一條長長嘅方包咁。
宇宙由大爆炸誕生嗰一刻，直到宇宙毀滅嘅終結，你由出世喊嘅第一聲，到你離開呢個世界嗰一秒，由過去到未來嘅所有事件，其實喺呢個四維時空嘅積木入邊係同時存在嘅，就好似一套拍好咗嘅電影菲林咁。套戲嘅開頭、高潮、結局一早已經印晒喺餅帶上面，但係因為我哋係三維生物，我哋就好似部放映機咁，只能夠逐格咁去播放同體驗呢套戲。我哋感覺到時間喺度流逝，我哋感覺到過去已經消失，未來仲未發生。但係喺高維生物嘅上帝視角睇落去呢，成卷菲林係攤開晒喺台面嘅。你嘅過去冇消失到，你嘅未來亦都一早喺度啦。佢哋只係位於呢個巨大宇宙積木入邊唔同嘅坐標上面。如果呢個講法咧太過抽象啦 ，Christopher Nolan 咧就喺《星際啟示錄》嘅大結局，將呢個高維度嘅時間概念用影像極致咁展現咗出嚟。去到電影尾段 ，Cooper 為咗減輕飛船重量，將自己彈射入去黑洞。佢以為自己死緊，點知當佢跌出飛船嗰陣，佢發現自己冇死，而係進入咗一個無限延伸、由無數條光線同書架組成嘅立體幾何空間。呢個就係大結局最震撼嘅五維空間。呢個空間係由未來進化到極高維度嘅人類特登為 Cooper 打造嘅。喺呢個五維空間入邊，時間已經唔再係一種抽象嘅流逝，時間變成咗可以觸摸、可以前後移動嘅實體空間。Cooper 透過書架嘅縫隙望翻入去個女嘅睡房，佢見到嘅唔係一個單一嘅時間點，而係 Murph 由細到大嘅每一個瞬間，由過去到未來全部交織喺呢一個書架嘅每一個切面度。Cooper 見到當年臨走前嘅自己同埋喊緊嘅 Murph， 呢一刻佢後悔到極點。佢知道自己一走就會錯過個女嘅一生，於是佢瘋狂咁敲打個書架，佢將啲書推跌，佢喺五維空間入邊聲嘶力竭咁叫佢留低，佢想盡一切辦法企圖改變過去，阻止自己踏上呢條不歸路。但係存在主義最殘酷嘅定律出現啦，無論佢喺高維度點樣掙扎，過去嘅 Cooper 始終冇留意到書架嘅異樣，始終轉身離開咗間房。呢一幕完美咁解釋咗咩叫閉環時間。喺塊狀宇宙入面，過去係無法被改寫嘅，因為你以為你想去改變過去，但其實你嘅干預正正就係促成過去發生嘅原因。Cooper 發現當年 Murph 間房入邊嗰個會推跌書本嘅幽靈，原來就係跌咗入五維空間嘅自己。佢冇辦法改變歷史，佢只可以完成歷史。睇到呢度，好多人會覺得好虛無，好有宿命論嘅無力感。既然一切都一早注定，既然過去冇得改變，咁我哋嘅後悔同努力仲有咩意義？其實啱啱相反，當你睇透咗塊狀宇宙同五維空間嘅本質，呢個物理學概念反而係治癒我哋內心焦慮嘅最頂級解藥。我哋平時點解會咁痛苦？因為我哋覺得過去做錯咗嘅決定就等於破壞咗我哋本來應該好美好嘅人生。我哋覺得失去咗嘅親人、錯過咗嘅感情，就等於永遠喺個世界度消失咗。我哋個腦不斷回放嗰啲遺憾同自責。但係如果愛因斯坦嘅塊狀宇宙係真嘅，呢一切嘅痛苦都會被徹底瓦解。因為喺四維時空入邊，冇嘢係會真正消失嘅。你同你深愛過但係最後分開咗嘅人，你哋一齊喺海邊睇過嘅嗰場夕陽，你離開咗嘅親人喺你細個嗰陣拖住你隻手行翻屋企嗰段路，甚至乎係你青春期嗰陣無憂無慮大笑嗰一個下晝，呢啲所有美好嘅瞬間並冇跌入一個叫做過去嘅黑洞度灰飛煙滅，佢哋依然實實在在咁永遠凝固喺宇宙積木嘅某一個精準坐標度。只要時間呢個維度仲存在，嗰一刻你哋就永遠都喺嗰度大笑緊。你冇失去任何嘢，你只不過係經歷過咗嗰個坐標，同時你人生入邊經歷過嘅失敗、行錯嘅路、受過嘅傷，亦都冇摧毀你嘅人生。佢哋只不過係構成你呢一嚿獨一無二嘅宇宙積木，其中一啲比較深色嘅紋理。喺《星際啟示錄》入邊 Cooper 最終明白咗呢個道理，佢放低咗要改變過去嘅執念，佢知道自己冇得退後，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呢個五維空間入邊，利用引力，即係電影入邊象徵住愛嘅力量去跨越時空，將拯救人類嘅數據透過手錶秒針傳遞俾長大後嘅 Murph。佢冇改變過去嘅遺憾，但佢完整咗個女嘅人生，亦都完整咗自己嘅宿命。喺現實生活中，我哋冇五維空間，我哋冇辦法望翻轉頭，但我哋可以改變我哋睇時間嘅維度。
當你再為咗過去嘅一個錯失而後悔，為咗一句未講出口嘅說話而失眠嗰陣，試下將自己嘅大腦拉高一個維度，用上帝視角望翻落嚟，你會發現嗰個喺三維世界入邊兜兜轉轉、跌跌撞撞嘅你，其實已經做得好好。你冇行錯任何一條路，因為你行嘅每一步，你遇到嘅每一個人，流過嘅每一滴眼淚，都係為咗雕刻出今日呢個有血有肉嘅你。唔需要去後悔，亦都唔需要去執着點解當初咁做，因為喺你嘅時間積木入邊，所有嘅選擇都係唯一嘅選擇。哲學家齊克果講過一句說話：生命只能夠從回顧中被理解，但係必須從前瞻中去展開。我哋無法改變過去嘅劇本，但我哋可以決定點樣去體驗當下呢一格嘅菲林，放低對如果嘅執念，放低對時間流逝嘅恐懼。因為喺浩瀚嘅宇宙維度之下，我哋每個人嘅一生都只不過係一瞬即逝嘅星光。與其活喺悔恨之中，不如好好咁去擁抱眼前嘅呢一秒鐘，去愛你想愛嘅人，去做你一直唔敢做嘅事。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心流研究所終於突破咗10萬訂閱，呢個亦都係我哋一格好重要嘅菲林。坦白講，我哋都唔會知道心流研究所可以陪大家走到幾遠，但係真係好多謝而家嘅你有份參與呢個過程。呢一秒鐘嘅你將會成為我哋宇宙積木入邊一段永恆嘅存在。未來我哋會繼續發掘更多更有意思嘅主題，同大家分享更多故事。如果中意嘅，歡迎留個 like 同訂閱我哋。想請我哋飲一兩杯咖啡支持我哋繼續營運，可以加入成為資深研究員，獲得今集同之前嘅 Mind Map 同背景音樂。我哋下集見。